看一下哦，哈，大家的快乐跟嗨都只有1-2秒钟，举高一点，举高一点，辛苦了哈。真的没有想到，是因为在今年的专辑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对，然后一直到后面听到是的力量，其实全身都麻掉了。对啊，然后很感谢评审给予我们这样的肯定，这样。那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里面参与的人呢，其实只有我一位是原住民，里面有很多的族群，有客家的，我们制作人有客家的，也有我们汉人，还有闽南人，还有很多都参与在里面，所以这张专辑是台湾的专辑，很有力量的一张专辑。希望真的很感谢很多人的支持跟鼓励，还有很多人给我的祈祷，这样。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的林强老师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对我们的音乐的鼓励，然后还有来自满洲的阿嬷们，谢谢你们在专辑里面的给我的力量，这样，然后谢谢还有 Baby 老师钟启明老师给这张专辑最大的鼓励、最大的力量，就是 Baby 老师在整张专辑他非常大的对，还有谢谢我们专辑的制作统筹我们 Jerry。对，还有在专辑的行程当中，还有我们的子敏对，谢谢子敏，还有唱片公司蜂巢唱片公司，谢谢一直在捧我的专辑，然后一直在对啊，谢谢蜂巢。特别来到我们的新闻中心，嗨，好美好帅呢。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正前方好吗？麻烦2位。怎么了？什么？偷偷说什么悄悄话？好，麻烦信全还有永伟，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哈。好，这个男的帅，女的美。